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到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在这美好的主日，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圣殿中，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和过患，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心，清洁我们的灵，齐心来敬拜感谢你。你的恩典和慈爱，使我们在困难中有力量，在迷茫中有指望。我们特别为今天的礼拜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充满这个地方，感动每一个人的心。求你赐给今天的信息，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在祷告中得到力量，在敬拜中得到平安，在分享中得到激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敬拜我们尊崇的神。曲目是我渴望你，在新灵粮诗前208首。如果您身体许可的话，请弟兄姐妹起立。教会将要被提。愁苦转为欢喜，那日来毫无支持，不过静静仔细。主啊，我爱你，我心渴望你，为你将万有丢弃，必是一切名利，外面似乎有理，内心甘甜如蜜，因为我主已应许，我们与他同居。主啊，我爱你，我心渴想你。为你将万有丢弃，必是一切名利，应该将死升起，等候羔羊分居。那日喜乐光华无比，有他已经满足。主啊，我爱你。
我心可想你，为你将万有丢弃，必使一切明理。想到将来甜蜜，苦难的渴望起，目前金光虽像客旅，转瞬即享安息。主啊，我爱你，我心可想你，为你将万有丢弃，必使一切铭记。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经圣灵感应，由童真理玛利亚所生，在本多比拉多手下，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公司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极。阿们，阿们。请坐。现在我们要以起应的方式一起来朗诵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以及第13节到第18节。请看投影片，诗会和会众起应和的部分。诗篇139篇1至6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在我前后环绕我。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上帝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我们一起来。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公道。我们同心来为以下公众事项来祷告。首先，我们为中东国家黎巴嫩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黎巴嫩
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南部教区高雄卫理堂辛进杰牧师祷告，为教会的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仍要为现今在战火中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来祷告。我们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我们也为台湾电力的需求祷告，求主赐下政府能有智慧和策略因应电力系统反应的恢复，并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使电力不致缺乏，也让我们民众养成好的用电习惯，并有节能意识来祷告。最后，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同声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直到永远。接着，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请上儒弟兄来朗诵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3章1到10节，第二处经课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2章23节到第3章6节。那我现在来攻读撒母耳记第3章1到10节，在教会圣经的270页。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上帝的灯在上帝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3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3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第二处的经课在马可福音2章23节到3章6节，在教会圣经的40页。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刚枯了一只手。
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干枯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上主弟兄。读经，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5至12节。在圣经教会新约197页，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在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那耶稣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献诗，主慈恩呼唤。
下我们请本堂蔡牧师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神奇宝贝在心里”，请蔡牧师。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个事情太难了，我们就会不去这样做。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不会因为外在的事情而影响我们内在的平安。今天这个题目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已经开始觉得很奇特哈，神奇宝贝在心里面，知道神奇宝贝是什么东西知道吗？有没有看过那个宝可梦？有没有？那个收神奇宝贝那个。今天要讲的那个比神奇宝贝厉害哈，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有年轻人在我们的当中哈。好，那可能大家觉得今天牧师穿黑袍有点怪怪的，因为向来牧师在台上都穿白袍，特别在这个圣餐礼拜或洗礼的时候，为什么今天要穿黑袍？这是有原因的。各位知道黑色在教会里面代表的是谦卑。代表的是一个认罪跟悔改。那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颜色在教会里面都代表一些特殊的意义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桌巾上面，现在用的是绿色，绿色的意思代表是常年期，就是我们在一般的教会节期以外的一些比较平常的时间，我们都是用绿色。所以千万不要再问牧师说，是不是跟政治有关？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吗？所以千万不要再问说是跟什么东西有关没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颜色的代表，包括在上个礼拜我们还是用红色来做我们的桌巾，因为红色代表圣灵的降临。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颜色代表，包括白色代表的是圣洁，代表是基督的临在。那黑色代表的是一个谦卑跟一个愿意在上帝面前服服的一个态度。所以千万不要说牧师是欧北青听得懂意思吗？黑色跟白色轮着穿，那叫欧北青。但是它是有一个意义在的，总会没有要求说我一定要穿黑袍。但是我觉得这个月是我们相当重要的月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月份生日。各位知道我们的教会今年几岁知道吗？59岁，对不对？好，那各位知道我们的生日是哪一天知道吗？不是22号22号是我们办那个园游会的时间真正的生日那一天在什么时候？在6月27号那一天才是我们社教的时间。在59年前的6月27号，我们的教会设立在高雄。那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有很大一片土地。我们在连续几年当中，牧师都会带大家圣诞节的时候会去到我们旧的旧堂跟旧的地方去那边祷告。那当然旧堂已不复存在，那我们只有看到在那个地方有盖新的这个大楼，叫做微笑时代，知道吗？那当然。也许有人买到那个房子的时候笑得出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大概笑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那曾经是我们的土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不需要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悔改？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曾经浪费了，我们曾经去把这块土地给浪费掉，以至于上帝把这块土地给收走。当牧师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同工弟兄姐妹，可能心里会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也许我们会认为说，这不是我发生，这不是我做的，这不是我决定的。但是我们共同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其实我们都需要悔改认罪，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怜悯我们，因为我们也许白占了土地在这个地方，以至于当我们不再去使用它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一切收走了。然而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明年6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新的开始。所以旧的事情我们停留在60年前，但是新的开始在60年后，我们期待教会能够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往前，能够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成长，成为荣耀的教会。愿上帝祝福。所以牧师要给大家先做一个工商服务啊。如果你在招待桌上面有看到这个一定要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当中的一位小姐妹设计的哦啊。好，那这个海报，这个广告，让我们可以去邀请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里参加这个园游会。好，所以请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如果你是住在社区里面的话，请你多拿几张回去社区里面发一发。如果你的左右邻居有其他人住的话，让我们也能够去邀请，让我们的这个园游会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邀请的行动。我们说我们3年都在疫情的当中，但是那个疫情已经过了，我们能不能够在疫情过后，再有一些的对上帝有回应？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疫情之后，我们能够继续的在福音事工上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奔走跟努力，让我们透过这个单张能够邀请新朋友到教会里面来。特别我们明年是60周年，让我们能够期待在60周年的时候，荣光堂有新的调整、新的改变跟新的作为。另外，牧师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另外一个邀请，就是我们在暑假的当中有很多的活动。虽然我们没有办大型的夏令营，但是我们有小型的聚会包括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叫做启发课程的实验小组。那这个启发课程的实验小组也是帮助我们能够邀请新朋友。所以请我们当中的小组长跟执事们，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务必要报名，让我们可以来学习怎么样来带启发课程。那如果弟兄姐妹对启发课程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来报名，能够来参加启发课程。但是要先跟大家讲，这个名额有限只有12位，现在已经有将近4位报名了，所以只剩下不到几位了所以请大家把握时间。那另外我们会在暑假的当中会开2个班，一个是台语的读经班，就是我们会在礼拜6的早上跟去年一样，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是读这个台语的圣经，用汉字版读台语圣经，让我们能够学习读台语。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你对台语有兴趣，只是不会说，那么让我们有机会来这样的做学习。那另外一个课程是在线上的，就是在礼拜5的晚上，7月跟8月这当中，礼拜5的晚上，牧师会开一个线上的读书会。那这个读书会就是就是来看一本书，或者是我们可能会来查考一些经文。那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个就比较不限人数，如果可以塞的话，尽量塞进去，没有问题但是呢，希望我们可以暑假不要浪费它。暑假不是要去只是滑手机，或者是看看这个电视，让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可以在教会里面，可以在家里面，可以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唤起那个对上帝的爱，跟对上帝的那样的渴望跟渴慕。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开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各位知道在世界上有哪些东西是最快的？各位知道吗？猜一下。人造的，先讲人造的东西，跑得最快的车子，还有什么？高铁。
还有什么？有哪些东西是跑很快的？啊？飞机是吗？好，来看一下啊，地球上最快的速度的几个东西，这个应该知道了，飞机跑很快，对不对？刚刚讲高铁嘛，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跑车，对不对？跑车也跑很快。各位知道那一只是什么东西？知道吗？小朋友的手，知道吗？各位有知道小朋友的手，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当中当过爸爸妈妈的人应该都知道啊。你只要告诉他说不要抓哦，不要抓，瞬间有没有啊？然后你越告诉他不要碰，不要碰，他就越有没有？所以你知道什么是速度最快的，知道吗？小朋友的手很厉害，对不对？好，所以为什么牧师要特别讲这个东西，知道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罪其实就是这样。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像这样，常常去，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碰哦，不要碰，可是我们又越去碰它。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可是我们越要去做它。所以各位知道，我们心里面常常有那种叫做跟上帝的话做相违背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无论我们的灵性多高，或者是我们已经多资深的基督徒，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永远都跟小朋友一样。我记得我大概30岁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家里面工作，我因为有工作在上班，然后呢你知道年轻人都很喜欢耗费体力，我现在做不到了。以前都很喜欢耗费体力，晚上很晚的时候还在看电视啊。然后呢，我的老妈就会跑出来跟我讲说：“哎，该要睡觉了，该要睡觉了啊，不要再看得太晚了。”然后你知道，我们仗着年轻就会跟老妈对抗，知道那个对抗是什么？老妈，我已经30岁了，你不要再一直啰嗦了。我明天一定会早起，我明天一定会做这个该做的事情啊！我已经长大了。好，可是你知道我老妈讲了一句话，让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原来这个叫做父母的心。她说什么？她说：“孩子，无论你多大，你都是我的孩子。”听得懂那个意思吗？孩子，无论你多大，你都是我的孩子。所以我那个时候听到那个话的时候，虽然心里面有点不太高兴了啊，因为这个你好像这个啰嗦干扰到我的时间。可是各位知道，即使我们灵性再怎么高，或者是我们基督徒当得再怎么久，我们永远还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对上帝还是有很多不知道跟不明了的地方，甚至我们还是像这个小朋友一样，会跟爸爸妈妈对抗。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顺服在上帝的面前。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在读经之前可以有这样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主啊。好，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这个地方。哥林多，各位如果知道在圣经里面的话，其实哥林多书信除了有后书，一定会有什么前书，对不对？好，所以哥林多前后书这个是一套的，但是要跟大家先讲清楚，其实中间还有一封书信是遗漏掉的。所以我们现在看的哥林多后书，其实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3封书信。能够了解意思吗？第1封书信叫做哥林多前书，好，那没有问题，对不对？好，然后中间有一卷书跑掉了，不见了，不晓得丢去哪里了。但是第3卷书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哥林多后书。好，各位只要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读哥林多书信，好，一定要记得，因为它有个多，对不对？好，所以一定要记得哥林多教会是什么？叫做问题很多的教会。听得懂意思吗？所以你读到哥林多，你要知道这个教会问题很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所有教会里面碰到的问题，在这卷书里面几乎都有。可以了解那个意思吗？好，各位知道哥林多前书里面刚开头的时候就讲到什么？
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分门结党，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有犯淫乱的事情，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有刚信主的人，他以前是拜拜的，但是现在信主了，那我可不可以吃拜偶像的东西呢？然后还有碰到什么？要不要结婚的问题？这些东西，各位，我们在现在的教会里面还是陆续会碰到。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读哥林多的书信？因为那是最早期的教会，所以一样都是在初期的教会里碰到的事情，一定都很像。所以保罗写哥林多的书信，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解决教会里面的一些的纷争跟问题。好，那问题来了，各位，很多人会喜欢问说，你这个老师是权柄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个老师，我们都会先从哪边去看，知道吗？从外表，对不对？还有从什么？从学历，还有从什么？从经历，有听过吗？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假设今天如果哪一个有名的老师要开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认为说，先看看这个老师的学历，对不对？这个老师有没有牧会过的经验、经历？还有这个老师长得帅不帅、漂不漂亮？这个也是考量的这个范围之一嘛那但是要跟大家先讲一下，保罗其实都不符合这3项内容，知道那个意思吗？各位知道保罗在画像当中，这个还算漂亮，还有几根毛。各位知道这个保罗其实是一个秃头的人。就是据说了他是秃头的，然后他长得矮矮的，大概跟我差不多身高然后呢，他讲话很粗俗。我所谓很粗俗，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叫做接地气，知道吗？听过那个在夜市里面那个卖东西的人有没有？那个叫接地气，好不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被人家的评估就是他外貌长得不怎么样，然后身高又矮，然后当然看不到他的学历了因为这个当时的人他们是也看重学历的，还有他的经历上面，他讲话很粗俗。当然保罗是有学问的人，其实很多人不晓得保罗是有学问的人，很多人都以为保罗没有学问，其实保罗拿了好多的学位，但是他并没有去凸显，他还是用比较平常跟一般的话跟别人来对话。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老师没什么用，这个老师大概没什么了不起，这个老师，而且这个人又不一定要领很多的钱。各位知道以前在早期希腊这个地方，如果你是有名的老师，你的钟点费很高，听得懂意思吗？好，然后很多老师都会滔滔雄辩，所以很多的网红跟名嘴在很早以前希腊就有了。各位知道，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因为哥林多在希腊这个地方，所以有很多的这些的叫做名嘴或者是网红很多。那希腊人又很喜欢听这些哲学的东西，或者是听一些比较这个悬疑的东西所以新闻他们常常在里面讲的。好，所以各位知道，在这个希腊的地方，他们常常出产很多的哲学家，知道吗？各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几个有名的哲学家，知道吗？有听过苏格拉底吗？有听过柏拉图吗？对不对？还有一个叫泰利斯，这个都是很多的哲学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会用这些的学历、经历跟能力来评判这个牧师，或是评判这个老师，他是不是一个好的老师，他是不是一个好的牧师，他是不是一个好的传道人，而不是知道他所讲的内容真不真实。听得懂牧师要讲的意思吗？我们很多人只在乎这个人，他的很会滔滔雄辩，他很会讲话，他很会讲很多的东西，但是是不是事实，没有人去关心。所以各位知道，有在电视上有很多网红，知道吗？或是有很多的这些的名嘴，他们讲的东西不一定是事实，但是因为他们很会讲，所以人家就认为他是一个好的老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其实很吃亏的。为什么？因为人家觉得他是 nobody， 很多人觉得某些人是 somebody， 但是有些人认为他是 nobody， 所以保罗其实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甚至他讲的很多的东西是被人家贴标签，甚至是被人家这个打的。所以保罗其实在服事上，他常常遇到很多的困难。然而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保罗他最大的一个贡献跟服事是什么？他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并不是来夸耀自己。所以我们看戴德生这样说：服事最大的拦阻，恐怕就是我们自以为自己是有能力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事上，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比别人好、比别人强，而是我们有没有遵照上帝的话来行。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今天经文第5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他是仆人。为什么保罗说他是仆人？他说不是传自己，而是要传基督耶稣。你知道传自己就是彰显自己，但是保罗他不是彰显自己，他传什么？他传耶稣，而且他为耶稣的缘故来做仆人。他服侍弟兄姐妹，他服侍教会，为什么？因为他成为那个仆人的样式。或者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马丁路德，知道吗？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基督徒是基督之下，众人之上，但是为了基督，甘愿成为众人之下。听得懂意思吗？马丁路德说，基督徒是什么？除了基督以外，没有比他大的，因为基督徒是上帝的孩子，是荣耀的，他们是信耶稣的人，是成为有权柄、成为上帝儿女的，他们是荣耀的上帝的儿女。可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愿意成为服侍众人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不是指挥别人的，不是去要求别人的，在教会里面是什么？是服侍的人才是最大的。前几天我们教会有一位帮我们打扫的，如果各位周间有来的话，有一位帮我们打扫的一个阿伯，他到办公室里面来打扫。各位知道那个打扫的人是教会里面最有权柄的，听得懂意思吗？我在写作业的时候，然后他突然进来了，他问我说：“牧师，我要打扫你的办公室，你可以先离开一下吗？”听得懂意思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权柄来自于你的服务，听得懂意思吗？你可以叫牧师离开办公室，你可以叫哪些人不要在这个地方，你知道那个权柄很大的。可是那个是谁？那个是最微小的，因为他要做打扫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权柄来自于你的服务，而不是你的位置。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很多人只喜欢做教会里面，哇，我们在明显的地方让人家看到让人家看到哦，我在服侍。但是有没有人愿意去做那个最微小的服侍？其实最微小的服侍才是最大的服侍。所以宗教让我们夸口什么？宗教让我们夸口自己所做的，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可是弟兄姐妹，福音要我们夸口的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你有看到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吗？跟今天的经文相当的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死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做特别的说明。宗教让我们夸耀自己，但是福音让我们夸耀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夸耀的是什么？如果你不是夸耀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那么恐怕我们很亏损，因为我们常常在讲的是我自己做了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耶稣？我们来看第6节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6节的地方，一起念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听起来很拗口，那里面讲的东西是什么？各位，如果你有机会读到创世纪的话，各位知道创世纪里面的第3节，第1章第3节里面说什么？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对不对？上帝把光跟暗分开了。上帝看光是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心里面是怎么样？有光在里面的时候，就把黑暗挪去了。那个黑暗是什么？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那个黑暗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上帝的光，这个光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这里说，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当你有耶稣的时候，你里面就有光在你的里面，你就不住在黑暗的里面。好，所以耶稣是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信仰宣告里面说，他就是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所以，神所生的，就是从神所来的这样的那一位，他就是上帝，他自己本身。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好，所以重点来了。那个耶稣有没有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4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念来。我们不过是瓦器，里面却有这宝贝，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上帝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念起来跟今天经文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这个是直接的翻译，他说我们不过是瓦器，他说里面却有这宝贝。所以神奇宝贝来了，在这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上帝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在说什么？我们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能够有任何的恩赐，我们能够有任何的这样的能力，这些都是谁的？是上帝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很多时候我们窃取上帝的荣耀，然后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好像觉得我好会，我好行，我好棒，但是却不知道这是神在我们的里面，这些能力都是上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看待那个有能力的人，有恩赐的人？很多人都会嫉妒他怎么比我厉害，他怎么比我强，他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原来是神在他的里面让他有这个能力。我们能够有这些能力可以服侍上帝，也是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予的，别人的好也是上帝给的，我们的好也是上帝给的，所以没有需要去嫉妒，不需要去看别人，好像觉得别人为什么会比我好。所有的恩赐跟能力都是上帝的，能够了解意思吗？我们能够唱很好听的诗歌，也是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讲的一些教导上面，能够让人得到帮助，也是上帝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所以很多人以为说福音是什么？让我们去 do something。去做某些事情，但是却不是知道说我们要看到的福音是什么？宣告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刚刚提到了宗教叫人夸口自己所做的，但是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了些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个实际的经验以前我在还没有到卫理公会来的时候，我以前在另外别的教会的时候。因为我受的教导都是我们要服侍上帝服侍上帝是应当的 ，OK， 没有质疑。但是我在我的心里面，我常常会有这样的认为，以为上帝的手很短，脚很短，要我去帮他做什么？听得懂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上帝的手很短，脚很短，好像我要去帮他做什么？事实上并不是。上帝不是手很短、脚很短的，只是我们没有让上帝做事。我们以为是我们在做，事实上是上帝做事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耶稣是生命的粮，到他里面来就永不干渴。唯有耶稣才是教会的头、教会的主，而不是哪一个人。所以耶稣才是解释圣经的最重要的那个钥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经读不懂的时候，你最好的钥匙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能够了解牧师要讲的意思吗？
在基督里是一把重要的钥匙。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内容里面，只要用这把钥匙都能够开启，用耶稣都能够开启所有的经文里面的奥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很多人在这一段就读不懂了，耶稣的死为什么又使耶稣的生显在我们的身上？各位，你要把它做一个替代，就是同义词哈。耶稣的死是指牺牲的意思。好，如果我们把牺牲放进去，你就读得懂那个意思了。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0节，用牺牲来代替死哈。好，一起念来。身上常带着耶稣的牺牲，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当耶稣的牺牲是为我们死，然后我们常常带着这样的牺牲，带着这样的信仰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耶稣的生就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像保罗刚刚提到的，在经文中提到，他说这个被打倒了不致死亡，或者是在困难当中他不至于受到捆绑或是捆锁的时候，那些能力从哪里来？从耶稣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失去一切。也许有很多人说，我好像很多东西失去了，也许我没有房子，我没有车子，我没有什么样的可以夸口的东西。司布真这样说，我们没有失去一切，因为我们还有基督，而且他就是我们的一切。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只常常要上帝的礼物，要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我们却把上帝离得远远的。听得懂意思吗？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恩赐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礼物。好，所以如果你把它想象这样的事情，就是如果今天你的孩子，你回家的时候，他看到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然后就拿走你手上的礼物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什么？很多人要礼物，但是却不要给礼物的爸爸。听得懂意思吗？很多人要恩赐，但是却拒绝那个给恩赐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拥有给恩赐的上帝，就拥有了一切。所以拥有基督，你就拥有一切。我们没有失去所有，因为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没有一样是会失去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1节。除了保罗他自己，他知道说耶稣基督的死在他里面，然后以至于他可以面对各样困难的时候，他都可以泰然自若，不会受到捆绑，不会受到影响。他说他现在受的牺牲，也是要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显出那个活在他们的里面，耶稣的活显在他们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1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1节，一起念来。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被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好，所以保罗说，耶稣的牺牲以至于造就现在的我，使我能够为主做些什么。所以我现在的牺牲也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得帮助。如果你这样来读这个经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哦，原来是这样的意思。为什么这里又讲死又讲生？为什么这里常常提到什么死，然后又身上显出来？因为耶稣的死这样的牺牲，让保罗可以在面对各样困难的时候，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所以当保罗他也是这样努力的服侍牺牲，为的是要造就弟兄姐妹，为的是要造就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很多人的服侍，很多人的牺牲，很多人的摆上，才能够让我们现在得到美好的祝福。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有美好的环境，有干净的这个环境，有好的桌椅，有都擦拭过的，还有很多的桌椅摆设好在各个教室里面。它不是自己就这样生成的，一定是有人愿意牺牲时间，愿意牺牲他的能力、力气，愿意去服侍摆上，才能够让我们得享这样的祝福。所以别人的牺牲带给我们祝福，耶稣的牺牲让使徒们他们可以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服侍。所以别人的牺牲也造就我们，让我们也可以能够得享现在这样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谈谁的位置大，
在教会里面，我们谈的是你愿意为别人摆上多少。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所最需要去寻求的。好，所以12节这样就可以说得通了。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个是耶稣的死跟耶稣的生？为什么要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1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的身上发动了。因着使徒们他们的牺牲劳碌，以至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能够得到信仰上的祝福跟福气。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生在你们的身上发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讲位置，在教会里面讲的是牺牲、奉献跟愿意为别人摆上。在教会里面，不是哪一个位置最大，在教会里面是服侍人的才是最大的。所以耶稣说：“为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当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当你在服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计较说，好像要在哪个地方服侍，或是什么样类型的服侍。即使在最微小的服侍上，都是坐在主的身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服事，无论在哪里，都是为了要来荣耀上帝。愿上帝祝福我们，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上帝才能够填满我们的心。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满，包括很多事情，我们都想要好像去让人家可以看见，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并不是满足的。当耶稣基督满足我们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为这些事情来觉得好像我很亏损，或者是我很糟糕，我很缺乏。耶稣填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无论我们在哪个位置上，我们都觉得心里面满足。所以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去教会，而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基督里活出基督的生命。人看见我们，就像看见耶稣一样。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基督向我们显明上帝的爱。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上帝是爱我们的，他创造我们，了解我们，而且是深爱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没有时刻离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不会请假，不会离开的。第二个，基督向我们显出上帝的至宝。所以刚刚提到那个神奇宝贝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就是放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么就显出那个莫大的能力。也许我们是瓦器，各位知道上帝用什么东西创造人，知道吗？用土，对不对？用尘土。各位知道瓦器用什么做的，知道吗？也是土，对不对？所以这里的瓦器其实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人。当我们这个人里面有耶稣的时候，有这个最好的宝贝在里面的时候，那么显出来的就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事情，因着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宝贝，以至于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让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建立那个美好的关系。每一天，让我们常常记得要去在上帝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刻，跟上帝有美好的接触。第三个，基督向我们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看见上帝，就是要看到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看不到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唯有基督是永不改变的。有一首诗歌叫做“这个世界都会改变，万物虽变，主仍不改变”，因为他是不会变的那一位。愿上帝帮助我们，世界上的事情都会改变，唯有耶稣是永不改变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身上使人看见上帝的爱。也许我们自己也许觉得自己是 nobody， 但是上帝在我们的里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宝贝在我们里面，这个瓦器的时候，我们就显出莫大的能力。我们当中有一些插花的弟兄姐妹，他们很会插花，他们很会用一些东西。各位弟兄姐妹知道，其实我们的花盆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把花放在上面的时候，那个花盆跟花就显出那个叫做漂亮，让人可以看到那个美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让人看到上帝的美好，让我们这个瓦器有耶稣基督住在
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借着圣灵住在那些相信他的人心中。如果你相信耶稣，那么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人看见你就看见耶稣这宝贝在你的心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这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面，来显出那个莫大的能力。施恩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遇见这些的困难逼迫，遇见这些的患难的时候，我们仍然不会被打倒，我们不致失望，因为我们有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耶稣就是我们的一切。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一切都在耶稣的里面。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为我们所说的正道。基督向我们显示了3种样，第一个就是上帝的爱，另外第二个是上帝的赐宝，还有第3个是上帝的荣耀。我们谢谢牧师在这个讲道当中能够阐述上帝的话语的真理，也就是耶稣借着圣灵住在那些相信他的人的心里。在我们要用圣经、诗歌来回应我们上帝的爱。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300首，以主合一第一段。如果弟兄姐妹身体许可的话，请起立。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设立，主亲手破这病，主亲自地责备，我是何者并备，与主合一。弟兄姐妹，请坐。每个月的第1周都是我们的圣餐主日，也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深刻反省自己的时候。牧师要跟大家先有一个认罪，跟一个认错。上个礼拜1、2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去日月潭参加制服艺人学院办的一个活动。我们在那里享受日月潭的风景，跟在那里也享受被招待。但是我在这个当中，我做了一件事情。各位知道，这个饭店里面通常都会提供那个拖鞋，就是让你可以在房间里面使用。那我就看到这个饭店里面的拖鞋，这个甚是可爱。好，但是因为一般我们去住的时候都是那种纸拖鞋了那个是消耗品，那个没问题。好，那所以我刚刚讲了，看完了之后甚是可爱，知道有一个女生就是这样做的啊，她看到那个果子，好，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行李袋里面，然后我就带回家，因为我的想法直觉就是，饭店供应的东西都是可以带回家的。好，结果后来当我拿起战利品的时候，回到家里面拿起战利品的时候，师母就提醒我了。她说：“你确定这个可以带回家吗？”这个话问的让我心里面有点紧张了，因为我也不确定我可不可以带回家。好，所以我就打电话到饭店里面去，
问他们说：“请问我把你们的拖鞋带回来了，那这个要怎么处理呢？”结果呢，电话的那一头那个服务生他也紧张了，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办，他就告诉我说：“蔡先生，请你稍待，等我请示我们的主管之后，再来知道怎么样来做。”那但是那个是我们当天回来的时候，我马上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师母告诉我说，这个不能随便拿的，如果人家没有允许或答应的话，各位知道不告而取就是偷嘛，对不对？好，所以心里面一直悬着，我们把人家拖鞋带回来了，那该怎么办呢？好，一夜电话没有回来，隔天早上我再打电话过去，请问一下，我这个拖鞋我应该怎么做呢？那边的也是给我回答说，等我请示我们主管之后，再告诉你怎么做。你知道我已经等了2次电话了，好，等到下午的时候还是没有等到，所以我又再打了电话过去，我说，请问一下，我这个拖鞋我到底该怎么做？因为那个拖鞋我每次看到它已经不是甚是可爱了，你知道吗？它已经变得甚是可怕了，好，当我觉得它甚是可怕的时候，还好电话那一头就打电话来了，他说，蔡先生有2个方法，第一个就是你把拖鞋寄回家，寄回我们的旅馆。那第2个就是你这个汇150块钱，因为那双鞋子价值150块。虽然我不觉得它价值150块了好，但是他说你大概要汇150块，我说好，那我就汇150块钱过去。当我把钱汇完之后，我的心就平静跟安稳了。为什么？因为罪得到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带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的赦免？要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女生，当蛇引诱她的时候，她也是看到那个果子甚是。当你觉得甚是可爱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有可能它会变成甚是可怕。求上帝怜悯。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即使是牧师，也有可能会有犯错，甚至犯罪的时候。刚刚讲了，不告而取就是偷嘛所以求上帝怜悯。但是让我们能够尽力的在上帝面前祈求饶恕跟赦免。有一些人，也许你得罪的人，或是你伤害的人，已经不在世界了，但是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的饶恕跟赦免。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愿上帝祝福我们。好，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圣餐礼。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同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这个认罪文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认罪的祷告，因为也许我们也偷了一些东西。也许我们偷上帝的时间，我们偷了上帝的资源，也许我们偷了很多不该属于我们的，都求主怜悯跟赦免。透过我们这样的认罪祷告，求上帝来赦免我们。我们来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
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在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俯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同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等一下我们的小弟兄小姐妹们会帮大家喷酒精，然后我们请大家就到中间的走道进来，我们来领受饼杯。请陪餐同上来。好，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成为神的儿女的话，我们也欢迎你，因为你凭着信心前来，我们深表欢迎。虽然我们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我们心里已经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这个福分，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死的恩典是普及给万人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将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在灵里能够来领圣餐。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耶稣的身体为你舍，告诉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告诉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告诉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2楼是。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请让我们从中间走到进来。卫理会的传统就是我们来到主的圣桌前，谦卑来寻求上帝的恩典。我们虽然没有像过去一样是跪着领圣餐，但是让我们的心是这样的敬虔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饼沾了杯之后，我们就可以自行来取用。这个圣餐的最重要的意义是纪念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群体。在基督里，我们不分彼此；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教会。愿上帝祝福我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我们领到了，就让我们能够来吃喝耶稣的身体，透过耶稣的身体与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也可以继续为自己祷告，让我们在世上的年日能够遵照主的话语而行。如果我们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么我们也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的心里面已经领受了割礼，已经领受了洗礼，就让我们透过在心里面的洗礼，使我们也能够从灵里面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愿上帝祝福我们。耶稣的身体与宝血使我们带来恢复跟医治。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病痛的，牧师现在有感觉到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你有一些的身体的病痛跟不适的，当你领受了饼杯，凭信心领受，我们相信上帝要在恩典当中医治跟恢复你。也许你的心脏有一些的问题，或是你身体有一些的器官是状况不好的，透过领圣餐，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领受恩典之后，就得到恢复跟医治。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领受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使我们能够得以恢复我们的身心灵，在上帝的面前。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颂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先参礼到这。接着，我们有回应诗歌，在新灵粮诗选300首第2段，以主合一，请身体许可的话，请各位弟兄姐妹站立。我与主同病死，不再受罪瑕疵，想罪我难以死，却想主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我主耶稣自己，荣耀主名。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我们要来收基督徒的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或者是你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那就请你先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静静地从你面前经过。我们请施献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衷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不仅生命、工作、家庭及一切生活，全赖你的恩典所赐，你是配受赞美和感谢的。现在我们愿意以些许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愿你悦纳，也求你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去应用在您的事工上，让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多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跟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请起立。
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新朋友，许瑞阳，好，没关系。瑞阳也来我们教会好几次，那今天总算，让我们介绍哈。那这个是我们天一执事在音乐的侍奉当中，我们又找到一个很好的一块宝，希望瑞阳能够继续在我们那个教会里面，来进一步来做侍奉。好，谢谢。郭良言，郭良言郭先生，也是我们桂英姐妹台语堂桂英姐妹所介绍的，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谢谢。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求主来引领他们，也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热情来接待他们，让他们感到教会的温暖，还有一些关心。那我们现在就来唱《我们都是一家人》。时间有一点匆忙哈，我现在来报告教会的消息，有一些刚刚牧师已经有讲过，我就不再赘述。第一个就是我们主日之后11点半有小组长会议，还有12点半有执事会，请相关人员留步参加。第二项就是卫理公会要建宣教大楼，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为教会宣教大楼捐款奉献。第三项，制服学院将在6月8号陆续结业，6月22号会配合我们
堂里面的研游会进行成果发表会，请为这个结业来祷告。那第4项已经不再赘述。第5项就是少子化，我们7月份会减少1/3的周报音量。第6项我们也不再赘述。第7项就是第7项就是59年的爱心研游会，我们现在已经在就是在发售这个研游券啊。那会后我们同工在大厅的有会贩卖研游券，请踊跃购买，并邀请朋友来参加。第8项，52届的就是卫理公会全国姐妹会夏令营，在8月16号、17号举行。那有相关的信息有张贴在海报、公布栏，报名请假那个办公室。那第9项我们就不再赘述。第10项，我们为教会的事工推动还有复兴守望，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实体参加每周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第11项，这个6月份的家庭礼拜电子范本已经传到各群组，如果要纸本的话，在1楼招待桌也有。接着是肢体消息方面，我们就请参阅。另外，也为我们周报登载的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还有长者，身心灵需要来代祷。我们希望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也希望我们主内彼此相爱，祷告中互相扶持关怀。教会的下周的服事表，还有上周出席人数，还有奉献征信表，也请大家自行参阅。那今天成人主日学诗歌欣赏的课程在3楼进行。好，以上报告。我们身体许可的话，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是听祷告的上帝。当我们在你面前呼吁的时候，愿你垂听我们，听到我们里面，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显出这样的美好。愿你施恩看顾，让我们所有的一切显在你的面前，你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在殿业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来代祷。
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会后到台前来，牧师要为你祷告。